去大爷！我站着！站住！躲着点！是。大姐，听我解释，我是警察，我现在正在执行。还你啊！这样子。我们俩是警察，哪里有？不是大姐，你听我说，我抓着你，现在我抓着你，不是你打死一个还要再打死一个！我哎呀，你干嘛？别！这天是跑不了的。我不走了。大姐还有纸巾吗？手！哎，手！你他妈跑什么啊？你找我干啥嘛？他放手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别费劲了，我就是。蹲下，蹲下。胡英博是你哥是吗？秦哥，跟死了一样。你不用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瞅这也够奢侈的。你哥给你留多少钱？说话。1周钱。生日电话，周浩他妈。他有没有说是谁给的钱？我们从来也没问，他从来也不说。问啥呀？有钱就行。那你哥给你留了多少钱我？5万。25。你抽的这个，不知道是你哥的胳膊，还是你哥的大腿。兄弟，好好的吧啊！停！多少钱呢？
好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出车祸了？没有，人过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你不用看我现在这样，我有发蜡吗？没有。嗯？没事儿。你不是兜风去了吗？你怎么不说我又跑了呢？个怂蛋！我还怂，伟哥，不是我磨叽你啊，这事儿你说来说去。出事之后，再没有人进过这房间吧？当时老邢的位置应该就在这儿，在这块儿。那个男的应该在这个瓷砖边上。如果邢大在场的话，那么应该就是在这一块儿。不是，那这也太干净了。服务员，这是案发当日那块地毯吗？洗过没洗过？不是，问你洗没洗过这块地毯？没洗过。等着。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啊。打扰一下。你们谁啊？我们警察。是这样，我们想了解一下。这个就是当天的录像，看吧。哎，这怎么会这样？那天晚上系总在调试，什么都没录上。这也太巧了吧？啊！哎，我说大哥呀，这一块电路板上有3万个二极管，哪个坏了都得重新修。那天晚上系统抽了风，我总不能为了一个二极管去打120吧？你好好说话。啊，吃点东西吧。真是太奇怪了。是啊，你说老邢出这么大事儿，放不良心了吗？我没说这事儿。你有没有觉得长安宾馆里面所有服务员、所有的保安都不太正常吗？是啊。你看咱一去啊，该玩的玩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还有那监控，1年都修不上一回，非赶上案发当天，这太巧了。你说普普通通的一个宾馆啊，出那么大事儿，所有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就好像提前有人跟他们打过招呼一样，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办警察局长，都心里有个准备，别回来警察来了不知道说什么。大哥，那照咱现在这么分析，那整个宾馆它都……对了，你查这宾馆是谁的产业？然后我回技术科，我跟他们说一下，那个房间已经处理过了，看看楼道里会有什么线索。
这次事儿不小啊。杨哥，那我先去查查他是哪家产业，然后一会儿我给唐友打个电话，你就别跑了。军情太紧急了，时不我待呀。我走了，哥啊。这些天，你就先住在这里吧。方木，周大婶儿，你这些天去哪儿了？这是哦，他是方木哥哥。亚凡。你摔哪儿了呀？膝盖。那个，哎，亚凡，这孩子就这样，怕见生人。哦，我不大会买衣服，赵大姐，这些是给亚凡的，你帮我给他吧。他是闽南，是我朋友，可能在咱们这里先住几天。这个是你的车。好好好，闽南，你待会儿就住在那栋楼里，我给你腾个房间出来，啊。闽南，闽南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闽南，你怎么了？闽南，没事了，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再看看，让你害怕的东西还在吗？